继续来看海巡署发现一台越南的渔船食过界，唔那无爱停船接受检查，搁伫个海顶抓行渡船。海巡队员出动这个两舰一艇来包围，强势顶船，5位船员则乖乖来就范，查出着鱼品1.7吨，全部带回高雄港，而且依法来罚款。海巡署用越南语公布，要求7只越界渔船受检，不过拢唔肯就范，只好出动舰艇包围。特勤人员抓到5名非法掠鱼的越南船员，而且伫船仔顶扯出着冻切的青仔鱼，也有旗鱼，拢总押回高雄港。前往东南方海域175里处，成功查获越南籍渔船1艘。今仔拄是掠网场的季节。研究未少外籍渔船越界掠这青仔鱼，上新的这件案例已经是高雄海巡队今年第3件查到的，交钱罚款了后，直接实施处理。裁处罚款新台币100万元，确定并缴纳完毕。经本队巡防艇强制驱离。海巡队将非法的船只赶出境，嘛警告，搁再犯的话，采罚着愈重，对200万起跳，阻止越界掠鱼，侵害我国的渔民生活。